於合理嘅水平，聯邦政府所管轄嘅機構加拿大競爭局要求加拿大地產協會向公眾開放佢擁有嘅多重放盤系統 MLS 服務，以減輕買賣房屋嘅人過重嘅佣金負擔。雖然本國仲未有明顯嘅經濟復甦跡象，不過房地產市場就一枝獨秀。根據加拿大房屋及貸款協會嘅統計，今年1月新屋銷量比舊年12月上升5.8%。同時，加拿大地產協會預測今年嘅二手樓銷量將會係創紀錄咁上升13.3%。不過，加拿大競爭局就擔心，由於目前完全由加拿大地產協會擁有並且控制嘅多重放盤系統 MLS 只能夠為唔係經紀嘅市民提供非常有限嘅信息，導致地產交易佣金居高不下，甚至有無良經紀以此為藉口收取額外費用。有統計顯示，2009年全國房屋交易量係465251宗，平均售價係320333蚊。如果以每宗交易收取佣金9000蚊嚟到計，全年房屋銷售佣金嘅總額高達44億元。面對日益高企嘅樓價同埋水漲船高嘅經紀佣金，無論係已經擁有物業嘅人，抑或係準備置業嘅人都承認自己嘅荷包將會縮水。不過有地產經紀就話，雙方可以商議支付幾多佣金。其實所有佣金嘅制度咧，全部都係可以商議嘅嚇，即係話當你去選擇一個專業地產從業員去放盤嘅時候咧，你可以同佢傾個佣金嘅嚇，唔係話一定要3%，跟住加埋就6%。同時，無論網絡信息點樣方便，都唔能夠代替經紀喺談判過程裡面嘅重要角色。呢個亦都係好多人仍然選擇俾錢俾經紀嚟到買賣房屋嘅原因。譬如喺嗰個地區相唔相熟悉啦嚇，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同你做啲乜嘢廣告啦嚇，第三樣嘢就係究竟佢會唔會同你攞到一個喺個市場裏邊合理嘅價錢咯。目前嘅多重放盤系統 MLS 創建喺1920年代，係一個比較成熟嘅房產信息電腦查詢網絡。